好，主内的弟兄姐妹们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我们感谢神，在那次来到圣殿，我们要来敬拜，要来祷告，因为神是在旷野中开道路，在沙漠中开江河的神。阿妹吗？来，请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站立，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。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切切寻求你，在干旱地方无水地，我渴想你。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切切寻求你，在干旱地方无水地，我心切慕你。我在圣所中，我在圣所中要瞻仰你，见你的荣耀与能力，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，我要歌颂你。我在圣所中要瞻仰你，见你的荣耀与能力，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，我要歌颂你。你是我的神，我们再一次来赞美。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切切寻求你，在干旱地方无水地，我渴想你。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切切寻求你，在干旱地方无水地，我心切慕你。我在圣所中要瞻仰你，见你的荣耀与能力，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，我要歌颂你。我在圣所中要瞻仰你，见你的荣耀与能力，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，我要歌颂你。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切切寻求你，在干旱地方无水地，我渴想你。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切切寻求你，在干旱地方无水地，我心切慕你。我在圣所中要瞻仰他，我在圣所中要瞻仰你，见你的荣耀与能力，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，我要歌颂你。我在圣所中要瞻仰你，见你的荣耀与能力，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，我要歌颂你。再一次来赞美。我在圣所中要瞻仰你，见你的荣耀与能力，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，我要歌颂你。我在圣所中要瞻仰你，见你的荣耀与能力，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，我要歌颂你。哈利路亚！将我们的掌声、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。弟兄姐妹，请坐。主耶稣为我们舍了他的生命，钉在十字架上。我们要用这首诗歌来感谢、赞美他。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你的身体为我而舍，带我出黑暗，进入光明国度，使我再次能看见。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你的宝血为我而流，宝贵十架上医治恩典永
耶稣，我感谢你，你的身体为我而舍，带我出黑暗，进入光明国度，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你的宝血为我而流，宝贵十架上医治恩典永留，使我完全的自由，宝贵十架的大能赐我生命，主耶稣，我夫妇敬拜你，宝贵十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，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，宝贵十架的大能赐我生命，主耶稣，我夫妇敬拜你，宝贵十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，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，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。感谢主，因为他在十字架上的爱，带给我们盼望，带给我们恩典，我们才能够在此一起来赞美、敬拜他。我们也要在此活出基督的爱，来影响我们的周围，我们所有周遭的人都能够来渴慕神。有一份爱从天而来，比山高，比海深，测不透，摸不着，却看得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给用心爱，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。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我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。有一份爱从天而来，比山高，比海深，测不透，摸不着，却看得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给用心爱，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。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我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。有一份爱从天而来，比山高，比海深，测不透，摸不着，却看得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给用心爱，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。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
兄兄爱我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。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。再一次来宣告说，我们一起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。感谢主，因为基督的缘故，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爱。因为主耶稣的爱长存在我们的心中，我们要行出来，让更多人能够来认识主，来荣耀主的名。咱做伙来读《约翰福音》第2章13节到22节，咱用台语来读，请。犹太人的半过节得要到，耶稣上去耶路撒冷，伊看到有人伫圣殿的外庭在卖牛、羊、粉鸟，嘛有换钱的人在互人换钱。耶稣就用锁仔做边，将牛、羊拢对圣殿赶出去，车倒、钱倒仔，甲因的钱也散。伊阁对卖粉鸟的人讲：这个拢搬出去，毋通甲我的爸的厝变做买卖的厝。伊的门徒会记得圣经有记载：上帝啊，我为着你的殿心喜烈，规个人拢互吞落去。犹太当局的人反问耶稣：你要用什么神迹，甲阮证明你有权柄做这的代志？耶稣因讲：恁拆毁这间圣殿，3日内我要阁甲伊起起来。因讲：这间圣殿40人年久才起好，你3日内就要起起来哦。其实耶稣所讲圣殿，伊伫4人中各活以后，伊的门徒才会记得伊捌安尼讲，因就信圣经甲耶稣讲的话。咱公报社所出版的新眼光圣经，前半段是每日的新眼光，后半段是每礼拜的新眼光。咱即礼拜的主题就是主啊，洁净我。在约翰福音记载，当耶稣传道之初，在迦拿婚宴上行了水变酒的第一个神迹，彰显耶稣是上帝之子的神性与荣耀之后，就上耶路撒冷去了。那在第13节讲到，逾越节近了，各地的犹太人都到耶路撒冷，纪念上帝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的救恩。所以他们通常会在圣殿的外院买牛、羊、鸽子，以及兑换银钱。可是当耶稣看到原本是要让外邦人好好敬拜上帝的外院，却被做买卖的占用，就愤怒地拿起绳子做成鞭子，把牛羊都赶出去，又把兑换银钱的桌子推倒，钱币因而滚落一地。那众人看到这一幕都吓坏了，因为在圣殿买卖牛、羊、鸽子和兑换银钱是传统。一方面，这是为了让远地来朝圣的人避免因为路途遥远，以至于要献祭的牲畜生病或是残疾；另外一方面，在罗马帝国统治时期，钱币都印有皇帝或是神明的头像，它的含银量也不纯，所以呢，需要兑换成圣殿可以用的钱币，才能够分别为圣，将最好的献给上帝。那既然如此，在16节，耶稣为什么要生气地说：“不要把我天父的圣殿当作市场呢？”这是因为人看人是看外貌，
主耶稣是看一般人看不见的人心，在这个买卖市场中，有没有利益勾结？有没有抬高价钱？有没有中饱私囊？这些人心的败坏，已经失去了起初敬拜的意义。耶稣看见人性的贪婪，圣殿被玷污，所以动手洁净圣殿，恢复圣殿敬拜的本质。那当耶稣称圣殿为我父的殿，我的爸的厝，这个时候，同时也宣告他就是上帝的儿子，因为圣殿的焦点是上帝跟人的关系，而不是掌权判断祭物是否合格的这些祭司。在17节，门徒看见主耶稣所做的一切，马上想起了诗篇69篇9节，我对你的圣殿大发热心，如火燃烧。主耶稣为什么会心急如焚呢？因为他看见人心的败坏已经阻挡圣洁上帝的同在，敬拜沦为虚伪的形式，众人灵命枯干，耶稣因此心中着急，如同火烧。不过犹太人的领袖听见并看见耶稣所做的，却质问他：你能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，好证明你有权利做这件事？耶稣并不回应他们要求的神迹，而是告诉他们自己的死跟复活。你们拆毁这圣殿，3天之内，我要把它重建起来。但这些宗教领袖听不懂耶稣是以他自己的身体，就是圣灵的殿说的，所以用外在的圣殿质疑耶稣说：这个圣殿46年才造成，你能在3天之内重建它吗？当时门徒也无法体会耶稣所说的3天死而复活的救赎大能是什么意思。那在22节提到，直到门徒看见耶稣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埋葬，3天后从死中复活，才想起来3天重建的事，然后他们就相信了圣经，相信耶稣所说的话。前面的一段是耶稣洁净圣殿，后面的一段是耶稣说你们拆毁这圣殿，3天之后要复活。所以这2段有什么关系呢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6章19节对我们说：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住在你们里面，是上帝所赐的，你们不属于自己，而是属于上帝。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，是主耶稣牺牲自己的生命，用重价买赎我们的。求主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，去除眼目的情欲，去除追求刺激的快感，使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主，让我们悔悟，能够想起圣经，想起耶稣所讲的话，来洁净自己，明白过来。特别在今天是228和平纪念日，让我们在享受放假的日子之余，能够检视自己，我的心是否被仇恨所充满，被族群、语言、居住地、安逸的生活所蒙蔽。我是否靠主洁净自己，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好配得与主同行。好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借着主耶稣洁净圣殿，互阮会当觉醒，阮的教会爱分别罪性，无交叉人的私欲，求主赦免阮的过犯，洁净阮的心思意念，互阮伫教会中独独祈求主，明白你对阮长阔悬深的疼，回应你对阮的呼召。阮安尼感谢祈祷，是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在干旱无水之地，我渴慕你；在旷野无人之处，我寻求你。得救在乎归归安息，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我等候你，如鹰展翅上腾。主
在干旱无水之地，我渴慕你；在旷野无人之处，我寻求你。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我等候你，如鹰展翅上腾。住在你里面，住在你里面，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。住在你里面，住在你里面，领受生命活水泉源，永不枯竭。住在你里面，住在你里面，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。住在你里面，住在你里面，领受生命活水泉源，永不枯竭。我们一起来赞美跟感谢，我们用华语来念，诗篇90篇12节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我们在礼拜六过完元宵节以后，我们就开始数算自己生命的事件，透过回顾明白每一个喜怒哀乐都有神极大美好的心意，也唯有学会数算恩典，我们的生命才能长出谦卑与受教的心。我们同心来祷告，至少为一件你这礼拜所感恩的事来赞美祷告。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完全指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在这里我感谢你，在礼拜六让你失去我的元宵节才是神的圣洁的人生，能够在一起跟神保守安宁，不管是在节日还是每个平常的日子，我们都跟我们弟兄姐妹有好的沟通，使我们能够时常的同心协力来到你的面前，向你献上感谢与赞美，让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赞美，你是配得称颂，配得赞美，配得我们每一天的感谢。求你帮助我们，使我们每一天自己来到你的面前，向你献上感谢与赞美，也帮助我们在小组的生活，在弟兄姐妹彼此的交通里，也能够同心合意的来赞美你，因为你在我们中间设立赞美为宝座，你喜悦我们的赞美。我们将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阿门。我们接下来为全球国家以及城市来祷告。首先，我们要一同来守望国际的情势，为仍然在战争中的乌克兰跟俄罗斯、以色列以及中东的地区，还有缅甸的内战祷告，求主保守人民百姓能够平安，赏赐智慧能力给各国的领导人，有从主来的和平，能够体会百姓的困苦，能够快快的解决争端，结束战争。求主使用当地的教会以及宣教士，向战火下受苦的百姓能够传扬救恩喜讯，领人归主。也求主保守这些战争中的这些教会跟宣教士，保守他们在你里面有平安。我们第二项为新任的总统、副总统将要在5月20就职，也要成立新的内阁，求主赏赐新的总统赖清德先生，赏赐给他智慧能力，明辨时事，知人善任，建立忠信的政府团队，向众民秉行公义。第3点，求主
坚固帮助台湾，用他公义的右手扶持我们。在大选之后，让执政党在立法院51席打破过去16年一党独大、完全执政的结构。求主赏赐执政党宽大的心、诸般智慧、协调能力，与其他的政党沟通，保守这些政党，使他们有谦卑的心，不是为自己党的私利，而是为整个台湾谋求幸福。我们同心为这3件事来祷告。谢谢。亲爱的主啊，你是公义慈爱的神。现在我们要为仍然在经历战争以及内战的国家来祷告，求主保守他们人民百姓平安，赐予给智慧与能力给各国的领导人，能够快快的解决争端，停止那混乱的战争。主啊，我们要同时也要为台湾祷告。5月20为新任国家的领袖、官员、内阁成员都将上任，求主赐给他们智慧与能力。神啊，你也要加添给他们属神的眼光来治理我们台湾。求主赐给执政党有宽大的心、诸般的智慧、协调能力，以及其他政党沟通的时候得以推进那些利国利民的政策。主啊，将我们的城市、国家都仰望在你手中，求主你掌权，因为愿你的灵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那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接下来我们为教会祷告。首先我们要为这礼拜6 3月2号的小会，求主赐下同心合意的灵，在长老同工之间不断学习彼此相爱，接纳包容彼此的软弱，用积极建设的话语来鼓励建造彼此，在事工上尽忠职守，各尽其职。求主帮助我们。是主耶稣在我们的心中掌权，而不是某一位同工的意念，或者是被受那个法规的限制。求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。我们同心为3月2号的小会来祷告。天上的父，我们恭敬的将3月2号的小会交托仰望在主你的手中，求主亲自掌权，主做我们的主，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接下来我们为那个第2项来祷告，我们先一起用华语来读约翰福音10章10节。耶稣说：“我来是要他们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”好，
在即将来的主日3月3号是今年第2次圣礼典，有15组的邱和娟，她的小名是杨兰姐妹信仰告白，还有16组余佳琪姐妹的小女儿张怡静小儿洗礼，求圣灵充满我们，在领受圣餐的时候，能够再次宣告我因基督耶稣得着全新的生命。那第3点要为松年大学3月11号开学，求神赏赐年长者长辈们，使他们得着健康充实的生活，借由各样的学习，有效管理上帝所赐的年日，柔软他们的心，更多渴慕认识主。第4，为聘牧的祷告，求神掌权，迦南教会后续聘牧流程顺利，新的主任牧师早日到任，继续带领教会向前行。也求主保守3月16陈柏志牧师的信徒讲座，有更多的信徒来报名参加，得到造就。第5点，为主耶稣常教训人要祈祷，常常祷告，教会一切的圣工借着祷告来支取，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，让神点燃复兴周三的祷告会。我们同心开口为这4件事祷告。请他天父，你甲阮讲，凡事欢喜，凡事学乐，凡事感谢。所以这时，我们为着阮的教会来向你祈祷。主啊，是3月初3，我有圣礼典，要搁一届甲主你同齐祷。主啊，求你予阮清洁阮的心，用圣洁的灵来甲你相合齐祷。搁一届对记者领受顶面来的气力甲能力，通伫阮的生活中间来活出你的款式，荣耀主你的名。主伫迄天，阮有圣礼典，阮有姊妹甲小儿要洗礼。主啊，求你帮助因，互因对洗礼开始，伫每一天的生活中间，日日进步，成做你所欢喜的囝儿，来荣耀主你的名。伫3月11日，主啊，阮伫这个所在有双年大学的开课。主啊，求你帮助，互招生的人数有够额，在课程带来这许大人的帮助，甲社区朋友的帮助，也互因通过这款的课程来认捌主耶稣，成做主你的囝儿。主，阮开这课，毋是空开课尔尔，是要通过这课程，互人来认捌主耶稣。主啊，求你帮助，互阮通向这个目标来跑走。特别阮的上帝，当你已经决定担柏志牧师，成做阮下一任的牧师。主啊，求你保守伊，互伊通带领阮行头前的路线。也求你保守看顾，互阮过来所需要完成各项的程序，通真顺利来完成。主啊，阮求你帮助，互阮甲新的牧师参甲做伙，来互这间教会继续向前行。主啊，我毋是只有伊伫头前尔尔，是阮来对伊的脚步，甲伊做伙向前行。因为安尼，阮才有气力，通互你的名得到荣耀，互你的国度得到光挂。特别阮的上帝，求你圣神的灵感动阮的灵，互阮逐全体会友意爱读经祈祷，因为通过读经祈祷，
阮才通明白上帝你的心意，才通伫阮的生活中间活出上主的款式来迎神益人。特别阮的上帝，愿一以外，搁较侪人伫到拜三的祈祷会参与伫现场的中间，甲阮做伙来祈祷，互这个祈祷的灵丰盛伫这个教会，充满伫这个教会。互阮逐项是用祈祷做基础，阮爱祈祷，无爱讲闲话；阮爱祈祷，无爱伫遮无要做代志。主啊，求你帮赞，互阮大家互相鼓励，互相帮赞，互相提醒，常常到你的教会来做伙祈祷，互祈祷的灵充满伫这个所在，互你的教会因为安尼来得到广阔。来荣耀主你的名，主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名求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是为自己的需要彼此代祷哈，两位就是夫妇或者是弟兄跟弟兄、姐妹跟姐妹，线上的兄姐也麻烦跟你的家人来彼此代祷。相连，住在你里面，住在你里面，领受。
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。住在你里面，住在你里面，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。住在你里面，住在你里面，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。继续为肢体祷告。第一个部分，我们为成人牧区来祷告。为11组康智慧姐妹，她2月23号白内障手术开刀，求主看顾保守手术后的顺利复原，眼睛能够完全恢复明亮，有属神的眼光。第二点，为第8组谢创旭弟兄蒙主恩照，已经于2月23完成各项后事，感谢主的恩典满满在他跟家属身上，愿主安慰的灵与与主同在。第3点，为第6组谢松良副校长的妻子黄淑清老师于2月23号离世，目前由他们女儿的教会协助处理后事，求主安慰的灵与遗族同在。第4点，为第8组陈世新弟兄于2月26号蒙主恩照，他是在安养院过世，平常探望他的是妹妹，求主保守明天2月29的入殓火化礼拜，以及3月7号树葬礼拜平安顺利，安慰的灵与遗族同在。我们同心开口为这4件成人牧区来祷告。感谢，虽然我们同为肢体受苦，我们也觉得很难过，但是我们知道主你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如同保守你眼中的同人。我们恭敬的将智慧姐交托仰望你，求你保守她在白内障手术之后的能够顺利的复原，也求你保守其他我们眼睛不管是白内障或是青光眼，眼睛有状况的兄姐都能够得到你的医治。我们也为那个世上的谢创旭弟兄，还有黄淑清老师，还有陈世信弟兄交托仰望在主你的手中。我们虽然知道回到天家是好的无比的事，但是留在地上的亲人弟兄姐妹还是觉得非常的不舍。求主与遗族同在，保守不管是后事的处理，或者是未来的规划，或是心情的调试，都求主来保守。我们特别恭敬将明天陈世新弟兄他的入殓火化礼拜交托仰望主，求主安慰的灵与他的妹妹同在，也向主献上感谢。我们的林伯寿牧师会来主持，也求主纪念他的辛苦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接下来我们为青年牧区祷告。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有一个新媒体跟投影组测试新软体的应用，求主带领同工能够有果效的进行。第二点就是学青的牧养小组，他们最近转型，本来是晚上的小组聚会，转型为周六下午的聚会，十分顺利，向主献上感谢，求主赐福更多的学生，更多的青年在肢体中能够建立连结。第三点，青年牧区它有一个退休会已经开始筹备进行，求主帮助筹备的同工能够在初期的有秩序的规划。我们同心为青年牧区来祷告。
敬的将青年牧区交托仰望在主你的手中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教会未来是什么样子，就是看我们今天的青年牧区能够带出什么样子的青年。我们恭敬的将新媒体跟投影组的测试新软体交托仰望在主你的手中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赐给我们的心是新的心，新的灵，你也赐给我们的这些科技也是日新又新。求主保守，使这些新的科技能够带领使整个不管是礼拜的进行，或是他们平常彼此之间的联络，都能够更加的顺畅，使他们不是惊讶于这些新的科技，而是在这些科技中知道神你的恩典更加的浩瀚。我们也恭敬的将他们转型在下午的聚会向你献上感谢，因为有一些的学青青年他们在晚上不方便出来，或是家长不放心，但是他们在下午的聚会能够更加的顺畅。求主赏赐在每一次的变化中，使他们能够发现更多的新的亮点，能够更加的紧密的连结。我们恭敬的将退休会交托仰望主，你当时怎么样在旷野中退休，与主更加的连结。你也保守青年牧区他们在退休会中能够更与你连结。求主保守他们的筹备，使他们整个的规划能够容神一人。我们将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阿们。我们最后为儿童牧区来向主恳求，求主帮助同工老师们在服事中灵命不断成长，保守每一位小朋友他的灵命能够萌芽，能够学习服事。第二点，求主保守儿童牧区在复活节有一个 special agape 的活动，求主保守整个筹备能够有主的智慧，有主的灵，使这样子的活动能够带领小孩更认识主。第三点，在3月3号下午有第3次的夏令营筹备会，求主带领保守会议进行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将我们的儿童牧区交托仰望在主你的手中，因为你喜悦小孩子到你的面前，不要有外在的阻拦或是大人的阻拦。我们求主帮助同工老师们在服事中，虽然小朋友可能需要更多的耐心，更多的智慧来教导，但是求主保守他们，使他们在服事中越服事越喜乐，也保守这些小孩子们，让他们的灵命能够在老师的教导之下，能够一天比一天成长，也帮助他们不只是吸收，也能够学习来服事，在服事中更加的成长。我们也求主保守他们儿童牧区在复活节有一个 special 的阿卡贝，求主赏赐给同工，使他们有智慧的灵来筹备活动，使他们不是
仅仅的筹备一个活动，而是在这个活动中，让小朋友们能够去体会到主耶稣复活的大能在他们身上，使他们不因为自己还是一个小孩子，就忽略自己能做什么，是耶稣的大能带领他们所要成就的事，是让我们惊奇的事。我们也将3月3号的夏令营筹备会交托仰望主。主，你知道我们这个夏令营不是为了一个活动，而是要在夏令营中，让不管是教会里面的孩子，或是教会外面的孩子，都能够在夏令营中来认识主，求主保守，赏赐同工智慧。也特别是在筹备的过程中，或许同工会有意见的不同，或者是他们会有来自课业上的压力，还要抽出时间来筹备，都求主赏赐给他们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。求主赏赐给他们，使他们在服事中越服事越甘甜。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再次来敬拜我们的神，我们一起站立，因为我们的神他必垂听我们信心的呼求祷告，阿们吗？阿们。结在中的信心可以将大山挪开，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，信心的祷告神都听见，大声地宣告勇敢向前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，软弱和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，你的应许无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里都是阿们。大声来宣告，在你没有难成事，你没有难成的事，软弱和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，你的应许无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里都是阿们。再次宣告说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，软弱和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，你的应许无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里都是阿们。我们再一次将我们的掌声，将我们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神，因为神的应许还要降临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他已经垂听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祷告，阿们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因为在你没有难成的事，你应许我们流泪的祷告，我们必欢呼收割，你必要垂听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，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，阿们。今天的祷告会到。